两江一出九上天，东好传家一代人，有为济贫好公义，给主的流芳哈甘于。台北人死不不了，万你眼里容易高热情啦！要台北的人啊，虽然暗道哦，就当中眼里自家嘅肢体用药，不是讲哦。咱刘部啊，虽然暗道，就像汉眼里自家嘅播放用药，不是讲。因为都没有人穿蓝衫呢。我来唱山歌，山那歌。隔壁庄的人呢？哦，俺哋喺三个去唱啊，那台北人啊，我做北京咁唱俺哋咯，俺哋即刻心情咪顺顺，俺哋大家就做到唱到俺哋嘅生意嘛。哦，一定听啊！高山青柳向云霄，林间寒凉细条细葱苗，怎有一双，怎有一双不改也不改也，怎有一双不改也不改也，上天的可有哪有？
你亲口讲比较有趣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啦，记得回家啊，不用让他回来呢。同阿妈讲嘛。哎，不是啊，你讲下去怎么样啊你？伤口无限哦，哎呦，无限。好，去伤口，记得吃饭点嘛。乱嘞，阿文嘿，嘿啊，佢冇想要同人讲话。娘会喏。阿妹，你点嘛？隔壁总嘅人去台北冲山歌，哎呦，改点真法。冲山歌？嘿啊，阿文讲啊，伊喺台北看到贵州人做南山喺冲山歌，伊感到真亲切。行进去看发现迄隔壁总嘅人呢。佢冲山歌做嘛？佢冲到台北去啊？我唱迄言唔想爱水库。嘛嘅水嘛嘅苦啊！哎呦，我眼眉唔掂呢。希望等阿文病了回来，去家公阿妈堂啦。同干父掉唔好啦。阿妹讲乜嘅？冇啦。阿文喊讲，伊讲上阿妈，上叫快过来看阿妈哦。来看那也几很去个改。你用会喏。阿妹，阿姨黑的。做嘛嘅啊？出啦。是唔得。好啦，家我去做同冲牙的哦。阿妹，刚我看下戏嘛。嘿啦，唔上戏，从来都唔上戏咩？我硬要强表现嘞。呀，其实本来很爱干嘛？都记录显示，要先来戏哦。怎么会？唔好惊，唔是笑，有眼睇啊！你让人呀，谁听？
我过来啊！不装啊！你是条白马嘅夢啊！阿媽，阿唔攞麥記啊？冇啦，我你辦？我是講買一些冇講對哦。阿媽，條多，我看到做堂都會真蠻多人，過兩年呢，嗱年叫我落去看下好冇？佢他人嘅事情有乜嘅好看呢？哦，功課啊，加去寫寫咧。等一下落去啦。等，乜嘅裁判啊？聽日要幾多有哎，阿媽，佢去食功課咯嗬。先你我你辦哦，聽唔聽講好事呢？多謝阿媽。跟你講，哎，冇事很多啊，我是呀喲。知啦。阿爸阿妹，叔公，嚟，新娘咧，萬年咯，新娘來了！啊，唔係新娘，哎呦，沒愛啦！哎呀，新娘來了！新娘嚟咧，阿伯姐，是否有到安定正做乜嘅啊？哎呦，愛歡喜咩？哎呦，到底唔係新娘係異性娘啊？嚟，拜阿婆，個富婆，夸哥哥，福祿雙全兩公婆。阿公婆，一拜龍鳳化作周堂堂，就見一對好人樣在拜。嚴家舊前業通風，萬年共擲衝人羅。三拜，李生。阿弟所做成貴子娘生哦。哎呦，雙家下不全哦喏！夫婦齊孫，重重叫。滿月愛生滿月酒啊！哎，太家，你食條點心哦，俾條點心嗬，食條點心來嗬。阿邊個？阿邊個？哎呦，見到啲嗱真勁恭喜喲！食菜啊，貴快些哦。竟然客啊來到安度啊，招待不足哦。嘿呐，點會有九公嘅人啊？該有面子哦。哎呦，我平時啊，乜個都冇喲，你啊面子啊最重要。俺太喜事都要我哋鬧一下呀！我哋飲喜酒。
當然。係啊，按葱一位熱嚟嗬，呢個廿尾春妹送妹做嚟來吧嗬，你睇下會更是歡喜哦。去了，點過來做乜計啦？啊，店主，快些哦！廿邊個唱歌條你快些啦！好啦，睇下龍啲嗬，牙尾唔慣用嘅，龍輕行都要。佢就按多年嘞。你唔知發生乜嘅事情啊？牙尾啊，清硬先啊，全講。你還會見姑嫂爺？哎呦，總講啊，去杜獻花春妹送妹，有閒時節出來行聊聊，來煮湯也會啊，多看看啊！係啦，公主啊，帶春妹送妹過來俩飲喜酒。嘿，陳老爺，到車啦，天上來，以後來啊！冇事啦。來，翕相，你有對好冇？還有有啦，冇問題嘞。來，1、2、3，好嘞。啊，各位親戚，後堂嗬有煮那個鹽飯呢，睇下後堂是鹽飯呢，來，是鹽飯睇下，睇下來。呀家頭前路插嘅，用米見飯米，後是愛熱來，門插嘅，一插椒，用路女婿，半夜時見地強。各位啊，一條路開個幾好嗬？愛人總愛發力，總要歡，年要歡，你雖年飯要路愛望，叫人氣，心內用愛來，千棍千用。阿邊個？哎呀，原來你咗來，做些啊？有嘢啦，做個按紙條喎，我哋牙人嘅喜酒喎。啊，你喜酒？有，係拖線橋啊有。哎呦，佢快些，我填咗起嚟啦。哎呦，冇錯佢，係咪填咗咗呵？跟住冇下，冇下。嚟，兩爺，結束。哎呀，冇睇到。你叫唔要按無限起嘛？講數嘅4條啊，1000單，做唔到吃啦。係哦，唔啱叫我嚟眼碌下錯啊，眼尾換用來，哎呦，一個凶我。同全部幫你講，係要係，見到我可以。恭喜哦！快些，嚟插下嘴嚇。兩爺，你帶到按多人嚟做乜嘅啊？各位教師，紅太下個人咧好小事。本數啊，呢度提防巷子鋪嘅天字一片，佢條太路。太路誒。唔講。豬頭一邊，我殺佢啦。也係捱總科嘅豬筒呢。係啊。建築，各位教師啊，呢度提防巷子鋪，睇下嗬，再講有一鋪啊。唔講你批亂吧嚇，家
是咁樣插到唔不開竹筒啊，看唔穩樣啊，唔穩樣啊！你講哎呦，非咁小氣，嗌啲人嚟冇去，不過你公文都下落嘢，嗌咪無奈何。你乜嘅時間冇拖，都係拖心橋嘅太氣之言，咩嚟種事情啦嚇？阿平哦，也唔單止係總府嘅事情，也係大家嘅事情。顧素儀，太家嘅慎重主義，尊敬祖先，也對。你聽唔起嚟，係冇？我倒也記得啦。後生嘅啊，唔知係咩行業呢？應該啲主堂要越創越，係拆嘅主堂。就像白你眼人嘅見呢，人也會聽到死散呢。係啊！不過愛插唔愛插，愛撩唔愛撩，又要咩硬嘅天呢？既然做乜話真試過冇？我倒也有啊！有。喊意思啦！後生嘅，應該係要乜嘅方法啦？麻煩一下啦。哎，各位，今天就到這裡，可以先回去了，好，所以先回去了，好。啊，各位先生，歸快些哦，歸失禮，冇事情咧，大家協同操作，哦，來一操作，來一，好，快些，來，院長啊，為日本人嘅啲呀事情，同佢參詳一下。捱溫樣嘅開在內，要唔係唔啲，捱咩記？嘅按嚴重嘅事情，從每數做唔定唔插咧，同佢講。建築，有件事情哈，最近係當東一帶啦，不過係你要拆開咯。兩爺，人哋從細路睇下向下教導胎，唔做得咋個想辦法無？我試看下啦，不過我冇法保證。建築，有件事情係為咗提防行進步。佢講要乜無奈何，該快些哦。一年埋，記住種田。讓一夢記住中年，一插走給半夜吃，讓一要退注重福。春末一陣嘢咧，我們用嘅是廿歲嘢你搞錢，我用嘅神啦。天霧都寒啲啊！嗰種一年冇，馬嘅路冇開咧。一年冇。天太公嘞，一夜夢秋林安嘞，一夜夢愛你嘅朋友，啊一夜夢愛你就變面嘞。
有几多个因也无，人生有几多个因也无，因也无，因也无，因也无。给妹妈的，伊也无就欢欢喜喜哟，伊也无就爱爱一一哟，伊也无就山穷水有情啊，因也无，因也无。因也无多大的爱归来也大家来吃糖果啊！哇！来，吃大过，吃大过。周一完，你们家哦真的很大呢。哎，有钱人呢！哎呦，不要乱讲啦！来，我们在别人家里面，等下看到长辈要记得打招呼哦。啊，那客家话的您好要怎么说啊？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会有2个不一样的啊？对呀。我们家4线腔的，他们是海陆腔的。听起来一样啊。不一样。我跟你们说，如果你们要学客家话，就要学海陆腔。为什么？因为回流会好好谈啊。怎么？错，都无糖。你无糖运动过，吸烟散过好友仔，明明吸烟刚好糖的。哎呦，吸烟散高会流仔，这你吸烟一时干讲有没有？哎，你回流糖就采用零千米嘛，题目对啊，那个回流啊。太快了，听不懂了。那姜丝炒大肠的客家话要怎么讲？我知道，姜丝炒大葱。姜絲炒大葱。喂，大佬啊，點解要講廣東話啫？不一樣。客家话和广东话不能通吗？对啊。不一样啦，完全不能通。我以前啊，以為那個客家話還有那個廣東話是通的，怎知道完全不一樣的喎？係啊，我中意食嗰個食嗰個車上面嘅大腸，好味㗎。臭㗎，唔好食㗎。係咩？我覺得係炸嘅喎。入邊有屎㗎，唔係啊。係滷㗎。滷水大腸。咁好食啊！怎么客家话又变广东话了啦？有变哦？有啊。來，自告自哦。大家，这是我爸妈。我有按到休上癮呢。大家好。他们是我大学社团的朋友了。然后他是社长志成。哎呦，当到社长这么厉害，看不出来呢。没有啦。哎，谢谢你是我们家阿文呢，谢谢啦，给你添麻烦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阿妹，挨來如何啦？哎，那一位是谁啊？哦，她是我阿妈。他的奶奶。阿妈好。哎，他是不是生气了？哎，是我们太吵，真的没事啦，没事啦。总有本一天数。哦，什么是天数？总真有某一天数。我是同你講啊，累到捱波球，捱去天數。大家都第一次来哈，来带你到处看看啊哈。花样来到客家庄，西洋马嘅庄义讲，咱的经营一客多，动作路卡强松错，作业系风间。偏错又偏听一见，爱吹天山去家开，爱看电视去。
主唱，群唱的重选草用的，含做满分猪肚头。哎呦，真传是黑点心来，饭头7、8分拍档，单单放跳不强嘛。满步班你煮甜汤。难得不爱唱，难得不爱唱，清凉飘飘浪悠扬。总不遗憾，黑天性就在你好，最用心。不管爱的来比你，如黑爱的乞丐你，不管爱的来比你，如黑爱的乞丐你。失败了！太嘎，请量吃哈，大家尽量吃，尽量吃。这些啊，都是我们这里最道地的客家菜啊，尽量吃。这些啊都是我妈的拿手好菜哦，赶快吃。哎，这里有碗筷，这里有碗筷，来，来这里。轮着风，东金山啊，连途哀响，真呀不一。老夫。春妹，春妹，唔来啊！唔头到现在，你饲唔怪久诶。阿英哥你卡喺門快嘅咧，係系統一站，各位，係下面數美路卡天數，同嘅你有幾起弄咧？幾耐嘅時間都到阿用吧，也出太多嘅咁樣啊，搞到同一天數看過去。哎呦，快些快些，我唔等咱救我。冇事啦，眼沒那麼多。哦，走，一走。哦，這個事情都還無限呢，係去同人天數。你係有乜嘅無拄好，捱同生意都愛用嘅啊。唔好驚，我會先照顧好自家，安尼能做得照顧你人一生平安。好啦好啦，吃飯啦。万安下邊已有家邊，左右中隊有槍前朋友，萬結國土。看家永永那三九個四九變九，樹頭北江來順路，流亡北河起古河。萬內萬，你有先是條咩？條咩事係下面能死得落啊？一道聲，很衝得聲音。什麼？多兩陣嘢，捱年年聲年年都要出世。
总主安一年，你唔好行前程，你来上班，挨出交带翻来，你做得咧。用会做的，唔去交带来，我当初翻出路出手诶。韩哥，唔系用伊那去同赢天数，都是翻不赢是嘿，用干啥？反正我们爱去主动冲呀，拄好顺路。有顺安样呢，如何？哎呦，假死啦！武昌府，水金色海，阿比连吉，宋小薇，问一也夫。阿妹，这熊阿哥啊，介绍一下哪个客服？我真的跟你讲，这是一个真的吗？太辣了，它里面有加美食，太辣了，客家菜都很辣，肉吃太辣了。阿妈，阿妈，错啊，做生啦，吃后生年啊，是个冇意思，下次系阿文带大家去看看了了行行啊。啊，对啦，奶奶下说去米农，去面农做嘛嘅？去放水库啊！办放水库啊！啊，人啊，迄是要阿文讲，隔壁种嘅你去冲山过的嘛？啊，唔要唔系面农人关于面农嘅事情做嘛嘅？哎，阿妈，两担抢的密弄的事情啊，系讲水库那稀下去吼。如果说水库盖下去，贵州枫叶谷、整个黄蝶谷都会被水淹没哎。当地的客家种啊，会侵到水台，当到的刺痛咪会喷水浸天呢。所以我们这次要号召6堆团结成一堆嘛，我们一定要去保护那些美浓的客家庄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年轻人啊，都不要太激动，事情呢都有各种不同的面向，我们呐应该要多花一点时间，好好的了解，再做决定嘛。阿爸，你讲得错，为了多把时间蹦出名了，所以我们下学期都已经办好休学了。仲有完啊！俺哋太祖太医哦哈，后生伊唔好，偷偷灭掉也去有诶无诶啊！敢能骗有诶无诶？假使咪拢去水库，地下一条美丽的水流，咿咿呀呀相爱，从下来呀，从下来呀，出山林。假使米浪去水库，送米火会翻滚，起点里山大下哈下哈，一模半生给你生米果，一模半生给你生米果，无限的灵魂，为同胞彼此诉。无限的灵魂，为同
完全唔是讲诶，仲有话，迄个无想读书。你就屯来大田路，看望下就屯来推台北，再约搞不最野面咯。爱听我去啊，唔好伤爱啊！阿本啊，总打出条条啊，屯干部条迄绝对做唔得的阿啊！妈，爱咩面弄人哦，唔能黑哦，又每家背水母系咩无要见下，唔系叫你讲唔好菜，啊我去插马鸡啊！死不得按你同阿妈你讲吧。常常安尼做梦的事情，佢总无主同我本人查，系连总啊敢查？主同我本人吵的，冇啦，唔系唔讲的啊！阿爸阿妹鲁迪啊！阿本啊，天总，也系真嘅。主同我本真，主同我本真的安排是做乜你冇見同佢講啊？阿妹，大伯公都主同就被骗了。你说爱人，原来汉天兄因为痛痛啊，本人操之了，主同我本人操之了。怎么会？爱人无做茶，阿妈，爱你莫做茶，这唔讲嘛嘅啊！唔好强，唔识笑。我啥阿妈盼地空位咁好多水嚟背下，唔是唔得咯，爱高中你都几耐啊？爱听我去，我现在唔好强，唔识笑。唔是唔得啦，我现在爱高中你都几耐啊？唔是唔得，爱高中你都几耐啊？好子两天时，祈求同属冈天。谁呢？嘅唔咩？哎，国家公安，好。睇你，辛苦了。怎么诶？乜年啊？嘅阿英哥，阿英哥幾耐啊？阿英哥，藝術講啊！小哥，阿英哥你是幾耐誒？阿英哥，怎麼？阿英哥好嘛？
拍摄，没事。快些啊，小哥，来赶时间，来先落去。啊！哎，革命生，看一下。阿英哥，啊，你有没？没事啊，都是白麻烦的啦。阿英哥，先来我甲坐一下好冇？小讲讲好冇？做咩？阿英哥係趕路，係冇？錯，係趕時間啊！我意思講，換阿英哥來我甲表一下，好冇？啊？該好，該好。阿英哥，來，坐定，坐定。小講啊，眼嚟科開都唔領啊！講乜嘅係講到眼睛外啊？人哋係強種人啊！韓國老祖仲要交代，當唔得本戚家庭睇路卡本人欺負，唔過假使有你們，挨路講，搶起搶嚟路卡食飯呢，又冇做乜嘢啊？唔啲，吃飽飯，等下呀弄來趕路，沒幸福嘅多。好啦好啦，入來。來啦。家鄉家，莫家鄉，千金難買故鄉。阿英哥，坐定。小講啊，麻煩你呢。戚家人啊，細你媽見咯。阿英哥，也有一些事咧，唔帶論。啲杯還有一些錢，如紅燒收費。眼真見叫我用嚟搭槍人啊！好嘅好嘅，莫講咁多，唔關時間，一路平安。補充啊！補充。小講，做咩？實冇你呢？好，來跪。做咩？你用咩？阿英哥，愛人捱年冇做茶，冇事啊。唔過愛驚。唔好驚，唔是笑。有眼睇啊！有没有看到？没有。那边看一下。好。来看一下。
事啊？帮助逃犯嘛。我太给自己做什么啊？自己最清楚，全部带走。有时候超久呢，我们去局里面慢慢说。走。严凤妈太你你干什么？快些，爱停去啊！小狗，莫惊唔死笑，爱嗰兩年都攰來啊！小狗，愛嗰兩年都攰來啊！小狗，天公爸爸公啊，公破财手，抢你眼里，我用俺那个家己做成一平安归来。啦啦上天空，滚滚的河马开路。左南山的风一大，一路昂首风中的舞台。昂永芳，昂永芳，我的蓝色的眼泪。因为三年安阳县，那是家自己，不会有意安出产，那是家我爱的我做茶，我做茶。呀嘿，马给死胎，还有马给回来。问天天点点，问天天点点。问祖先，祖先莫丧，祖先的告示一在头前，总在心头来春妹，春妹，慢人啊！有心呢。春妹，小狗的事，杨总，你听做同还没相同，一摆定要摆小心，错冇？来，阿妹乱饮半汤，啊！春妹，你卡好冇？我睇今落地杯，时时相论呢。现仲要健康冇？要烫花，半夜乖乖睡梦冇？唔好驚，聽人講，你唱係情願的來問事情，最多嗰幾年都跪起啊！我雖然身材肉壯，不過還係十分慣樣，望你卡一切如何？
做地魔，上阮意，做地幸伊的事魔，做地魔上阮意，做地魔上我难伊的源头，做地魔，做地魔上阮意，做地魔，做地魔上阮意，做地魔。长夜光，什么的头那梦，做地魔上阮意，做地魔相逢，今日的面甲换，做地魔上阮意，做地魔。做地魔，做地魔。怎么会？眼上小哥，我很想问，呀哈，伊查个几类，我很想我，爱很想我。颜色呀哈，你做颜色呀哈，伊做地，明暗你的心肝头，明暗你的心肝头，爱做地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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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千金难买。故乡情。很帅啊！哎呦，阿妈，我去做钱嘛。啊？哦，对，我们今天全部都坐车过来的。哈？唔通是我咧讲嘛嘅？哦，阿妈，我已经刷完牙了，我不吃糖，谢谢阿妈。喂，你错啊？哦，错，唔错，错唔错。哦。哦，坐，好，坐。阿妈，我会讲客家话哦。阿妈，你煮的好吃。阿妈讲俺只些什么呢？张奶娘。你来鸟我，你累了啊！哦，奶娘啊！我会说国语啦。哦，要是你要讲河洛话嘛，是在。拢会使，都可以。阿妈，你现在身体有好一点吗？有啦，好多了啦。你叫？我叫志成。对我们家译文很认真的嘛。很认真。阿妈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跟你们家玉文很认真的在当好同学啦。好同学。不要装了呢，我看得清清楚楚啊。哦，你一大情人在我们家，这头一个介绍你，每一道菜这样端出来，他又第一个夹给你。阿妈，他夹给你，你夹给他，我夹来夹去，侬我侬啊。阿妈，那个是因为好诶啦，黑讲对我们家译文很认真的呀。他阿妈一句话，不要去美浓。阿妈，你今天听到我们要去美浓，你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啊？给唐颖的事情嘛，管好自己就好了嘛。你去美浓啊，妈会讲哦，会笑哦。不会讲，不会笑。阿妈会担心啊，会害怕嘛。阿妈，你放心啦，我们这就帮助他们。会啦。
你衰了。阿妈，你放心啦，我们是去帮助他们。莫惊，唔是笑。晚安。你怎么知道呢？你又没敌呀、帮助别人会害死自己哦。当年玉文他不也是很好心，喜欢帮助别人。结果呢，只是请同乡人吃一餐饭哦，他就被警察带走了吗？要不是因为那一餐饭，我跟玉文他怕这几10年也不会过得那么辛苦啊。阿妹，嘿，阿妹，我来天数啦。阿妹，我今日好好去哦，成绩都足好去，做得唔是叫做啥边的。哦，俺妹俺电神哦，跪去吃只鸡，哈？多谢阿妹。阿妹，混到做嘢，时常我能会写一篇作文，我唔知运用会写啦。不过要作文，明白分数有请过啊，嘛该题目啊。我的父亲，啊，阿妹，你做在同来讲，阿爸係运用嘅嘅人么？你阿爸哦，姓严道，想来改过啊。有嗌啲啦，阿妹，係有么？还有哦，他人的事伊都无去天数，做行的人都过去翻译，因为咱们也是。有一摆，有一个强壮的来路卡，结果用嘅啊？乱的啦，踢球的，我添中下来。哦，最好是咧玩那摆，阿妹踢死6分唔嘅哦，啊？唔过阿妹。好啦，来跪。唉，跪去自己哦。阿妹，手工本人了的记账呀，我当然去求阿公婆，我求佢能讲啊，做得不手工平安归来么？我看到我看到头那就流眼，结果呢，我求到马嘅一块冷冷嘅牌。阿妹，哈，爱过子咧，今年能去，叫我来去看阿爸，好冇？难讲啦，
眼睛今边过去海外猫咪整摆，听讲去大众哪都是从买的。来贵，阿妹，你做乜嘅？你唔去看阿爸？我自己下班的最好买的，眼睛个做假意思啦。你个阿妹好啦太久啊！你先跪，我还有事情我无闲啦。去看阿爸有安然哈。哈明发，哈明发，莫黑蓝色个呀嘿，松树哈是白白公白祖先，褪色个山丘流浪红木子，褪色个山丘流浪红木子。呀嘿，我的石头，还有马的未来，满天天点点，满天天点点，满祖先，祖先谋杀。你几时开始？我打败经过阿公公，我就想要问你们哦，做嘛去俺的安山忙中不能什么？去做嘛去你的毛保佑，你的子孙毛保佑俺收工了。呀，俺个唔错，今日怪俺无帮对收工无推工，做唔得同白人天数啊！俺个唔错，呀，俺个唔错。偶然遇闻阿公，今天还可以在我身边呢。阿妈，你放心啦，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啦，我们不会有危险的。你用没底呀？志成，阿妈，我跟你说，黑公对我们家一文很认真的听阿妈一句话，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他，你吗？迪某，乃迪，我一定要好好保护玉文的。好诶，你睡。阿妈晚安。还伫嗰边祈求啊！来啊，你讲法，安尼两三千就无好讲法哟。错啊！阿妈，来，对不起。其實死奶唔會炒。啊？慢影啊！做的意思啊！哎呦，阿妈，俺年冇啦，俺年枪黑。咱们英俊的好同学，我的。阿妈，你做乜嘅從來都唔同俺年講阿公嘅事情？同人講一樣啊！
唔家自己唔要去糖度嘅哈，咁你講廿公咩唔係攰來嘛？没有，哎呦，这是你条对西片出来，用此阿妈会做给我讲法。啊？同诶？唔記得咧哈？閒些時間攏最好是同嘅喲。我還記得啦，有一擺有嘛，我拿同嘅本，然後拿那個同嘅做到安尼講啦，你個無頭安尼跑來跑去喲，紅老太吞頭痛人就唔滿意喲，還硬講啊，拿不到。拿不到啊！紅老太啲飛叫到喊脆歌，我廢喲！哎呦，阿媽，佢同嘅係咩唔本嚟啊？哦，怪阿媽誒！哎呦，冇啦，人又唔會怪人啊！嘅乜嘢嘛嘅嘢啦？唔係只有你拿媽媽哦，哦，媽出樣了。阿媽。閒些時間啊，最好同阿媽細奶，時間過到寒假，營養我就安排我講你呢啊。哦，阿媽，我嘅喏，好啦好啦冇啦，我啦。講到也沒有，佢嗰盤果子啊，蒙潤的啦，你嗰片蒙過來啊，又蒙過去哦，你那時就蒙出來本來的事。啊？阿妹，阿夫啦！哎呦，來，是果子呢，來，哎呦，哎，剛好冇頭糖哦。啊，對啦。哦，好啦，啊，你慢慢地講哈，哎呀，總係愛無限咯。冇騙人啊，真叫冇好講法呀，錯啊！阿媽，好啦，是狗子。哪怕挺硬嘅，啊，硬痛。哎呦，那唔錯啊！哎呦，阿妹，啊，佢係娘味嘅呢？我係味嘅就唔係頂你哈，係因為嗆。唔是哦，好啦，阿媽，唔錯呀，錯啦哦。阿妹，唔錯呀，乃錯呀，唉，來啦，是狗子啊，哎，阿哥一條毛，甜。波皮啊，人哋中國啊，好得有我。哎，好做一條啊！哎呦，看到盧卡大聲音，食到飽，平平安安。哎呦，哎都真歡喜嘅，哎冇做乜嘅啦。做到好點點都要起來呢。那冇做乜嘅，你看。我本大理都安尼強哩哩啦。你兩個聲音都未搞到安全講咩？我阿公婆啊，阿公婆咩全唔得拜咩？波菲啊，人家都人哋總我一叫呀。哦，23年。哦，哎呦，很久嘅呢，哎呦，時間都很夾哦。哎呀，冇落個hết咧，時間過到寒假咯，營養落，嗌咗硬落呀。阿媽，唔用杯撈啊，阿媽永遠我愛休上，愛鬧啊。牙嘴都變愛甜啊！糖嘅是太多嘅啦，好是糖，同阿公傾樣。阿公。阿公咩好事條沒有？少講哦，伊最好是糖嘅。
伊大白都讲，天没事体，下没将水来落啊。迄个无本那般好事啦，佢还会用数字条去做下一本同事了。哎呦，阿公很像生人的哦。营养无，手工每只要为本5升嘅。营养无，天才功力，营养无，就临安利。因也无世界手边嘞，啊因也无爱就安泰嘞，因也无几十年过下来，因也无含过乡差本年，因也无。因也无人生在途，在途的因也无，爱人永远系家己家己。人生有几多个样貌，最关心嘅寒天，寒天的。人生有几多个样貌，最想向下去。寒天的，阴阳我，阴阳我，无论人生有几多个阴阳我，永远永远记得故乡的山水，故乡的山水，故乡的阿妈，你听过一声阿公吼？明日，也是2年来啊，俺明日都在想。你讲阿妹，俺唔假，你按想阿爸，甲从阿跟介绍讲到去，你从来唔去主动看伊，真是安欠阿公婆哈，我欠啊，我欠我这家，迄讲当然唔免爱看你嘅罪。主動俾人無上嘅戲，應該唔甘聽啊！我已經失去了最重要嘅情誼，總唔得再個失去唔能啊！哎呀，阿媽，唔能真嘅按上去面度，給唔能去啦！啊？唔好講唔是笑，但係聽咗好好保護自家點好？愛弟啊，多謝阿媽。好誒啦，冇事情，有事過子啊！好啦，是公子。哎呀，不中哦，哎，唔前是叫嘛嘅喏。300來。阿妹，阿哥容易，人哋叫我去主動行行啊，好冇？我硬要改叫我去看阿公的呢。哎呀，難看啊先啊！啊，佢硬嘅咯，你專講去看阿爸，啊其他阿公婆都唔看嗬，都唔看。
4个字。妈，迄个假使竹筒插迄个，像迄款阿公，你扶唔插咧？对好，莫言家，莫雄大，爱护理，快点哦！好好讲哦，好，快搞个声音，哦，注意主持条诶，哦，莫背過來莫言哦！家，莫雄大，哦，豆哥啊，快點哦！起好來哦，來哦大家過來來哦嘿，我同你講啊，你4地仔個過來啊，你4地過來，啊，4地仔個過來咧，過來哦，係紅寧講哦。你講錢，佢拜託阿你，莫比男人人好冇啦。哦，你也开始不了，你能干唱那就同边生死。是啊，講咩？莫雄大，保證你唱嘅中我嘅竹筒。秦妹素未見有冇來到竹堂？阿皮，鐵樹開把嚟。又回來咯。阿妹，生意，阿妹，啊，兩人，哎呀，我是可能細細都睇，同我當中係刺激嘅來，結果唔帶得按多人來叫包妹嘅阿公婆。唔係啦，阿妹唔係你啦，我咩叫做唔係阿公婆，然後喺呢度提防嘅前鋪，我們睇下要嗰間嗰位神法啦。唔強標你啦，喺個模樣條阿公婆嘅人做得要按我嘅神法啊！我係小公司的地位。唔係啊，係醫生阿爸唔係啊。當然，我是連佢嘅私生都冇錢到，做乜嘅？純作紅嘅塊牌，喺講嘢俾拆掉，人家就罵佢都冇啊！小公。唔好講，唔是笑，眼淚保護你，一輩我眼淚保護你。春妹，小公，是你啦，我都兩個人看唔乜怪我。按當年來，我唔定我做到到底錯也係唔錯，要冇佢同我講，我唔定我要顧我。唔好驚，唔是這樣，唔做改好。伊是替你替保護一隻家，春妹，春妹，做地傾你嘅樹木，上滿意做地夢，小我讓你嘅鏡頭上滿意。
大家已经准备好出发去美浓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可能会很辛苦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保护我们的家园。好，这次啊，我们不能一股脑的往前冲，我们要定下心来，多了解。没问题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啊，阿妈有说，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太阳路嘅唔行啊，你来三年太多难哟。建总，建总，是你咁樣來啦？人同工作經驗，撐上眼來評估高誒，最後幾日就結天咯，嘅路電都開業咗誒，充滿樣樣多誒啊！什麼？冇錯，建總，乜你講啦？竟然吼，把面媽都改錯，迄講我呢祖先按上門代表，又不有一下嘅身份咯？嘅錢哦，我所就以為迄個連現在都冇嘅咧，感覺到我順勢還較多哦。
较好嘛。我睇咁多地杯，时时相暖人，现状又健康嘛，有桃花，半夜乖乖睡木嘛。唔好惊，听人讲，如果像係情爱人来问事情，最多嗰几年都归去啊。我虽然身材肉壮，不过行係四分观念，望路卡一切如好。春妹，我对不起你。不过我冇后悔我做嘅选择，因为我对得起祖宗，对得起自家嘅良心。这个世界并冇完美，很多事情真正爱做，其实怪难。不过我一直相信，只爱爱年一时上网，如做的。本一块土地应来应去，春妹，爱年唔是强，因为我相信，不管路易难行，总会行到路平嘅给你。因为我哋暗夜过後，我哋都會看到最強嘅天光。